住進破碎之中，在恐懼世界裏成就沙龍的基督。聖誕期唔係童話，而係進入黑夜嘅福音。聖誕期好容易被誤解為溫馨嘅節期延續，燈飾、音樂、歡喜快樂嘅氣氛。然而，今日嘅經文卻將我哋帶進一個完全唔浪漫嘅聖誕敘事，有流亡同埋創傷嘅記憶，有整個受造界喺歷史中呼喊讚美，有神子進入苦難、恐懼同埋死亡嘅神學宣告，有政治暴力、逃亡、屠殺、被拒絕嘅成長故事。在一切苦難中，他也同受苦難。先知以賽亞要回顧歷史嘅方式敬拜，他們在一切苦難中，他也同受苦難。呢個係一段納約神學嘅敬拜記憶。神唔係遠距離施恩，而係喺約中與百姓一同承擔歷史重量。呢個正正係沙龍情約 Shalom Covenant 嘅核心。沙龍和諧唔只係冇戰爭咁簡單，而係神喺約中親自介入混亂，使破碎關係重新被修復。因此，聖誕期嘅敬拜唔係否認創傷，而係喺創傷中紀念神嘅慈愛。破碎世界中嘅宇宙敬拜。詩篇148篇呼召天使、晨星、日月、海怪、火焰、冰雹、君王、孩童、萬民，一同讚美耶和華。呢個唔係一首世界已經美好嘅詩，而係一首喺未完成救贖中嘅宇宙敬拜詩篇。喺沙龍情約嘅神學當中，呢個正正顯示敬拜唔係世界完美之後嘅回應，而係喺失序中仍然宣告神嘅主權。道成肉身是沙龍的代價。希伯來書用極震撼嘅言語描述基督嘅降生，他凡事該與弟兄相同，好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呢段經文清楚指出3個重點：基督唔係假裝成人，而係真正進入人性。佢進入嘅唔係成功嘅人生，而係恐懼、試探與死亡。佢藉住摧毀嗰個掌死權嘅，釋放一生怕死而為奴嘅人。呢個正係沙龍情約嘅基督論核心。真正嘅平安必須經過進入黑暗同埋承擔代價。逃亡中的彌賽亞，政治暴力下的救主。馬太刻意話俾我哋聽，耶穌出生後唔係即刻被擁戴，而係成為政治迫害下嘅難民嬰孩，逃往埃及、伯利恆屠殺、拿撒勒嘅邊緣成長。呢個係一段充滿恐懼同埋失序嘅童年敘事。呢個畫面其實好似 K-pop Demon Hunter 描繪嘅世界，權力為咗自保可以變得極端殘暴，無辜者成為犧牲品，世界根本冇安全地帶。Demon Hunter 嘅歌詞嘅故事成日講一樣嘢：當黑暗掌權，活落去
本身就已經係一場戰鬥。What it sounds like 裏面一句歌詞 The worst of what I came from， 我來自最糟糕嘅地方，正正呼應咗耶穌出生嘅場景。喺呢度，馬太正係喺度宣告，彌賽亞唔係喺權力中心誕生，而係喺逃亡路上被保存。喺沙龍情約嘅神學當中，咁樣意味住神嘅救恩唔係同暴力結盟，而係喺暴力之下保存生命，重建未來。我係咪只係容許神進入我掌控到嘅生活部分？我有冇一啲恐懼、創傷、未解決嘅痛，一直冇讓神進入？我嘅敬拜係咪只係喺順境中出現呢？我能唔能夠喺未解決嘅問題中，仍然宣告神仍然坐着為和？我係咪仍然覺得冇人明白我？我願唔願意相信基督已經走過我正在走嘅路呢？讓我哋喺禱告中清楚向神講出你正在逃避嘅恐懼。求神唔係即時解決一啲嘢，而係先同你一齊住喺嗰度。主動踏出一步，尋求和解，即使未必即時成功。選擇傾聽多過辯護。喺家庭中成為帶來平安氣氛嘅人，關心被忽略、被邊緣化嘅人。喺教會建立安全說真話嘅空間，用接納代替標籤，用陪伴代替說教。讓我哋一同禱告。主啊，你唔係喺世界安全嘅時候先降生，而係喺恐懼、逃亡同埋流淚中住落地。求你教導我哋喺未完成中仍然敬拜，喺破碎中仍然相信，喺黑夜中仍然承載光，使我哋成為你沙龍情約嘅見證者，喺呢個世界活出真正嘅平安。奉主名求，阿門。